后来继续进段消息，来看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，这礼拜开始领票。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今仔日伫个面册发布着重大的消息，讲伊已经得到前总统马英九表态支持。那鲍昆萁到底有要选无？鲍昆萁是回应讲，希望大家会当来讲一个。另外，前立委郑丽文是有中国的媒体全力甲收听，学者铺文来质疑，讲这个背后的原因意涵真深。郑丽文来反击，讲这就是抹红的奥步，真无聊。我是马英九，国民党的世代交替呢，现在是时候了。我认为党主席职位应该支持现任立委罗志强。前总统马英九亲身录影片支持主题票立委罗志强参选国民党主席。先一鞠躬谢谢马总统的支持。那马总统也非常关心我的两岸政见跟两岸政策，就是9·2共识是标配，不卑不亢守和平。罗志强动作不断，提中评会聘书，宣誓家己正式摕到参选的门票。这嘛是继战斗男领袖赵少康了后，赴党中央协助得到参选的资格。鲍昆萁却问到敢未参选，嘛表态希望大家瞧起来，毕竟这当春有人叫党伫咧大门口。律师李汉忠今仔日前往党中央领票，以失败收尾。我也明确向他们表示。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中央评议委员的聘书。最近国民党主席选战竞争白热化，面前经营的前立委郑丽文直透抢会议权。学者沈明庆马来西亚评论讲，中国社群出大力甲郑丽文婆婆打打，这其背后的原因含义真深。烂招哈，就是每一次又开始乱扣红帽子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无聊啦。那国民党的选举不只是台湾社会关注，对岸的朋友也很关注，我认为这也是好事。党内直直发团结，不过选举拍甲真热，各方阵营嘛各自变势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